生日先嚟落雨，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？不要哭了。对呀，我觉得不出去。对的，像每一年的生日都是这样。超落雨，而家出邊落勁大雨，跟住本身諗住去騎身，結果都去唔到，太大雨。終於冇乜點樣落雨。跟住呢一間嘅啲款麵呢，係我唯一一個中意食嘅，而且係我覺得食完會想再翻拍嘅一個麵。同埋佢呢個免費嘅黑芝麻雪糕呢，我都覺得勁好食咯。每一次嚟我都會有一部分原因係想食呢一個雪糕。跟住本身諗住食呢一間蛋糕，但係呢，佢睇完 menu 之後呢，第一就係好貴啦，第二其實自己都冇特別中意嘅，所以睇完就冇得走。跟住呢，我唔記得再大心度攞把遮兜啦，跟住就翻去攞完把遮呢，經過見到呢個麻薯呢，就好想食，跟住呢，就使咗35蚊食呢一個麻薯。跟住就生日啦，所以呢，就想去影一個韓式嘅影相咁樣啦，跟住就使咗200蚊。因為真係唔可以去室外，一直喺度落雨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就揀咗去三多商圈嘅呢一個嘅商場嗰度行下睇下。跟住我想講呢個商場嘅17樓上面呢，有個誠品書局呢，係我見過最大嘅誠品書局，佢係勁靚，跟住勁多書咯。跟住呢，如果你中意睇書嘅話呢，我覺得喺入去坐喺度一日都冇問題。他的意思是哇，只有全上全對的，我自己就自己一個人。哎，真的，食譜上的材料家裡都有。對啊，是很開心，因為愛你的工作也很重要。對啊，是我現在的愛你的工作嗎？他不是愛工作，就是不是很討厭，也沒有到討厭那種，是很好。沒興趣。就是這些書啊，就是你要的材料的時候是比較難找的，而且都是有那種，你看什麼海藻塔，怎麼會買這種呢？跟住而家呢，就去食我哋嘅夜晚啊，咁呢一間呢，係我喺 IG 度見到咧，勁想食咯，跟住我哋就而家嚟試一試。但我想講呢一個呢真係勁好食咯，跟住但係可惜價錢偏貴，同埋都比較遠，所以呢就可能生日食一餐就夠啦。跟住呢個梳芙梨呢係一個嘅焦糖味嘅梳芙梨，呢個都算係我今日嘅生日蛋糕。你看這個女人穿得那麼單薄，哎，今天我是男的，今天我是姐姐的。哎，食完啦一日嘅生日之旅結束，又要落雨，這個女人太慢了，找一張卡要找那麼久，不像我旁邊都有的。最後21歲生日，即係拍呢一段，我淨係想講話，我感覺到我自己好似冇乜咁，好似咁以前咁樣咁期待呢一個嘅生日咯，即係可能因為我而家朋友少咗，定係我成熟咗，我唔知啊。我而家出去咧，好似普通日子咁樣出去，我好似冇乜呢一個嘅興奮感。跟住咧，以前有好多人都會，可能以前因為好多人都會 send message 話啊生日快樂啊之類啲，但係今次好似係冇乜咯，可能都係因為
大個咗定係點，即係朋友越嚟越少啦，跟住自己有一個人喺台灣啊，好似大家好似都疏遠咗大家咁樣，跟住近排好似發生咗好多事咁樣，所以就漸漸好似冇咗呢一個嘅感覺。其實有陣時都會覺得自己其實係咪同其他人嘅相處方式係有問題？我覺得我自己首先就係 EQ 都唔係咁高啦，跟住我唔知點樣去維持一個友誼又好或者屋企人嘅關係都好。好似上次我去日本旅行，其實即係可能同姨媽佢哋關係可能仲差啲咁樣，即係一個旅行就見真章咁樣。其實同埋我都唔係好中意，所以 so far 可能屋企人同埋身邊香港啲朋友都係可能好 mean 嗰種性格，咁啱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意啦。同埋我係嗰啲唔係好講得少，所以呢一個都係我覺得我係有啲唔同佢哋唔同嘅感覺。所以咧，都係我會變得特別珍惜我阿媽咯。我覺得我阿媽先係最 care 我個，即係我琴日真係佢第一個同我講生日快樂嘅，即係我好對唔住佢咯，咁多年好似。所以我都想講就係好多謝佢一直以嚟嘅照顧，同埋我真係將好多唔好嘅脾氣帶俾佢。所以我錄呢條片就係希望之後就係盡量可以對佢好啲。今日亦都係佢好辛苦咁樣生我出嚟嘅，我唔知，就咁啦。琴日落到狗屎咁，今日咁好天，真係玩我。